每一个学生囡仔拢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高雄师范大学和嘉义大学合作，设计出一套科学活动，要让一寡特殊教育学生也会当亲身参与，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因为什么原因呢？那你们想想看，是因为对吸管跟绳子产生的磁力、摩擦力，还是重力？详细甲囡仔说明科学变化的原因。嘉义大学特教系学生正做科学升级关卡的关注，利用专门替特教学生设计的活动。好，因学习科学意识。我们山上的小朋友又本来的刺激就嫌少一点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很具体的变成操作的游戏或者是一些看得到的教材。设计这个特教科学的一个关卡，我们会去考量我们特教学生的一些能力上的一个需求，所以我们会做比较多的一个知识的准备。嘉义县政府教育处表示，来参加活动的学生。大部分拢是有小可情绪，也是学习障碍的囡仔，配合高雄师范大学的特教资源，让这囡仔会当轻松入捌科学。今天这样的活动就是有融合动手做那让他们有科学探究的精神。是特殊教育的孩子，往往都是学习的弱势。那我们透过特别设计的活动，去拆解可能原本10个步骤的科学流程。一个学校的带队老师讲，特教囡仔的学习反应有时阵会较慢。透过专门予因哪算哪学的科学活动，囡仔唔但欢喜，学习的效果嘛真正感受会出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